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表现比较令人失望尤其令这个金融消费者失望。三大指数高开低走，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跌0.05%，深成指涨了0.48%，创业板指数涨了0.36%。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3200只。两市全天成交1.2万亿，跟上一个交易日差不多。主力卖出114亿元。为什么说让消费者不满意呢？因为昨天这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当天市场传闻特朗普对新的关税征收有一些变化，或者就是说没有达到预期，跟他平时所说的不一样。美元指数应声大跌，彭博美元现货指数创14个月最大跌幅。人民币涨幅超过了1%，市场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担忧暂时缓解。这个外围金融市场是暴涨，离岸人民币昨天是涨了800个基点，所以于情于理今天的胡适都值得金融消费者期待，大家都希望它能一飞冲天趁势来个反弹。哪知道高开低走场内资金没有任何做多的意愿，甚至上午这个走势一度表现得非常紧张，下午才略有这个反弹从这个盘面看，市场信心非常不足，多数题材股都在下跌，受这个川大智胜下跌的影响，这些垃圾股、问题股也是集体重挫，又是让金融消费者失望的一天。从这个盘面看，大家可以看到一根大阳线之后连着几天的小阴线，意味着恐怕就要变盘，也就是下个交易日恐怕会让金融消费者大吃一惊，是往上突破呢，还是往下来，大家拭目以待我个人觉得恐怕往下的可能性非常大。今天的盘面也很有意思这个地产股居然盘中拉升，万科还涨停了。后来涨停板打开，这都些什么人在里面炒什么股呢？居然还有人去追去抄底地产股，这些房地产公司都排队在爆雷。即便咱们房地产能够止跌回稳，能够良性循环，那这些房企的好日子也已经到头了，他们没有明天还有人在里面搏这些房地产板块的反弹。从成交量来看也是面临着变盘，对吧？一直在1.2万亿左右的，晃了4天了已经。我们再看看这个第一财经日报今天发表一篇报道，叫证监局警示买酒荐股、买酒入股骗局，白酒战法背后逻辑曝光。说的是说买酒送投资者咨询服务，买酒送公司原始股。近日，深圳证监局发布最新风险警示，揭露了买酒荐股、买酒入股的最新骗局。第一财经发现，去年以来已经出现了诸多类似投诉，更是有博主在社交平台曝光了白酒战法背后的逻辑，说警惕2大套路。根据深圳证监局发布的风险警示，近期该局关注到一些不法分子以买酒送投资者咨询服务、买酒送公司原始股等名义开展违法活动。这类骗局常见套路有2。套路1，买酒送荐股。首先，不法分子通过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打造投资专家人设，宣传投资战法、战绩。这个都是老一套微博上这样的专家多的是，每天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以前是每天晒自己的战绩那个战绩是 PS 的，按照他那个战绩，他那个现在的市值他的仓位应该已经超过巴菲特了，但是就这个很多人信，那没有办法，就这样的人你要保护他，你保护不过来说随后不法分子将受害人拉入股票群，群里有很多股民在跟着老师专家买股票，并声称赚到钱了。咱就不说了这个群里面除了这个被拉进来的人是活人，剩下的都是托，要么就是 AI。这个人进来之后被骗得倾家荡产，也是在所难免这个我们这个节目都已经介绍了好多回了，现在居然这个骗局还有人在相信，还有人乐此不疲，只能说傻子太多套路2，说买酒送股票。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线下活动宣传酒类产品，这些酒价格虚高，且通过通常非市面常见流通产品，不法人员
夸大承诺产品升值空间、收藏价值，有的时候甚至提供免费保管、窖藏服务。不法分子以获得酒厂的原始股为诱导，并宣称公司正在酝酿并购重组、境外上市，或承诺丰厚收益，诱骗受害人买入大量酒产品。受害人转账后，或得到一纸所谓的股权赠送、股权转让协议，或收到不知名白酒。深圳证监局提醒，因买酒属于购买商品行为，受害人发现被骗后，维权困难重重。不少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开展骗局，流窜作案，甚至藏身境外。涉事公司有的事发后人去楼空，有的压根儿没有实体经营，被骗资金难以追回。白酒战法背后的逻辑，第一财经发现，去年以来都曝光了诸多关于买酒荐股、买酒入股的投诉。一位博主在抖音平台曝光了某某某学会白酒战法背后的逻辑。该博主表示某某学会声称，只要买箱他们的白酒，就可以进团代炒股，且能赚出大幅盈利。进团条件还分为3大梯队，每个梯队对于购买白酒的数量不等，其中第一梯队的白酒购买金额高达6万多元。这个酒通过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其价格背后就是他们随便找了一家酒厂定制了一批酒，取了个名字，然后挂在电商平台上标高价，成本估计就几百元，为的就是让韭菜能够在电商平台上查到他们酒的高价信息并认为值这个价。那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交钱呢？还卖给他们这种价格虚高的白酒呢？实际上如果直接交钱，那就是投顾服务费，那就需要受到监管，你就需要有很多资质、有条件、有资格。但是这些人，你买酒送你这个投资这种顾问信息相当变相的交钱，这样他可以躲避监管，对吧？你买酒属于零售业务实际上本质上还是荐股。我以前节目一直说这种傻子太多对吧？你每天宣传都没有用，照样有傻子上当。你把这些骗子全给打光都没有用，你抓完了会有新的骗子出来，因为就是傻子太多有人呢就居然相信自己拿个10万8万的，或者借个几十万贷款，或者把房子押出去100万，或者是几千块，把它放到资本市场、股市，他就能赚几倍，就能财富自由，就能发财。这个也是拜这些专家所赐这些专家一天到晚的在那宣传，让人感觉好像胡市到处都是钱，你进来，你只要拿着钱进来就行了，你就等着发财吧。这个首先是专家在忽悠。还记得去年11吧，国庆节期间，那网上那火热到什么程度很多那些00后傻子大宝贝，他以为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进胡市就能怎么样，现在知道了就能怎么样了，赔钱。现在是慢慢解套之路正因为有这些傻子在，所以那些骗子才有容身之所散户不知道自己能赚钱全凭运气，你赶上了一个慢牛，散户大概率都会赚钱，只要你不作。慢牛什么意思呢？就你只要什么时候买入都是对的，你买入之后你持有半年几个月再卖出，一定是赚钱的，因为股市在水涨船高，对吧？这跟你的水平跟你技术没什么关系，整个股市在走慢牛。当然你非要逆风飞扬，非要反向操作，那有可能赔钱，但是这种人是少数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赚钱。我们这个是猴市是零和博弈，是非常残忍的，别人赚的钱就是你赔的钱。但是很多这些金融消费者，这小白他在专家的这种宣传之下，这个气氛烘托之下，情绪到了，拿着钱冲进胡市，给别人塞牙缝去了，成了别人的韭菜。昨天那个李迅雷不说吗？散户都觉得别人是韭菜，他不知道自己就是个韭菜，进去就被割，对吧？那些专家还有那些抖音上的博主，什么开盘即收，什么全部梭哈，就赌这一把。你说这都是些什么人？正因为咱们这个是个散户为主的市场，连机构都散户化。华夏时报报道他说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公募基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一词条的阅读量达到了101万，有网民发表言论称，公募基金亏损严重，基金经理却无论业绩好坏照样拿高薪。今日头条上的这一番话反映了当前的舆论动向，它是基民的情绪宣泄。一方面，这表明基民群体已相当庞大，众多人参与基金投资，因此该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显示出基金市场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这也透露了出大家对投资亏损的失望与不满。尽管这符合现行规则，但情绪并非由规则主导，他们希望这些不满能
够激励基金经理们更加勉励努力。某公募基金人士坦言呢，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民现在觉得绝望，这些公募基金没有必要存在。本来公募基金你是拿了基民的钱，对吧？去理财，去买股票，你有专业知识，你有专门的研究，对吧？你有什么投顾的那些报告，你有这个能力去分辨哪些上市公司好，哪些上市公司坏，你能甄别出上市公司的质地。但事实上呢，由于我们制度的设计，导致这些公募基金啊变成了中饱私囊的一个工具，对吧？公募基金跑去接那些游资那些庄股的盘，公募基金居然去借出去做空，对吧？然后他们就是赚了那么一点点的管理费，这个确实啊让人感觉到这个很遗憾呢，让基民感受到绝望，觉得这个公募基金啊没有存在的必要。实际上散户那更赚不到钱，对吧？就是说公募基金通过规范管理还有可能啊赚钱，那散户基本上是没有赚钱的可能。最近啊有一个博主啊说他做了个实验，让 AI 潜入100个炒股群学习散户炒股方式，结果啊1个月亏掉了27个点。在100个散户那个炒股的群里面，让 AI 进去学习那些散户的炒股思维，然后根据这个去操作，仅仅1个月时间亏掉了27个点。是 AI 太天真，还是股市太复杂？这个视频啊网上都有，大家自己可以去看。这个视频里还提到说 AI 在学习过程中完全按照散户的思路操作，结果越亏越多。也就是说啊，在当前这个市场，即便是 AI 你按照散户的思维去买卖股票啊，那也得老老实实交学费，也得当韭菜被割。实际上说来说去啊，就是散户不要异想天开，认为自己拿点钱到股市去你就能赚钱，凭你的能力，你的这个投资技巧，对吧？看那些看各种书，研究波浪理论，然后再研究财务报表都没有用。散户只能随大势。什么大势啊？也就是当我们的股市开始走慢牛，那大部分散户就能跟着后面赚钱。什么时候走慢牛呢？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正现在是不可能的。慢牛的前提之一就是散户70%被消灭，彻底的离开市场，否则凭这一条也没有慢牛可言。当然了，慢牛的条件还有其他的啊，这个是必要条件。说到这个 AI 啊，追涨杀跌，学习散户思路，炒股都是暴亏啊，那可想而知，这个胡鑫老师也是，他有1/3的仓位是追涨杀跌啊，高频交易啊。最近啊，关于这个医保集采这个药啊，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也就是说，这个药的疗效不好，很多专家、很多学者、很多医生，对吧，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咱们也做了一期节目啊，就是泻药不泻。医保在集采的过程中啊，恐怕是以价格为首选。那么胡鑫老师啊，他也写了个评论，他说集采降低了公立医院的就医费用，绝对是好事，但万事不能突破实际情况。医疗最大的实际情况就是它首先要治病，要效果好，降低费用是要尽力争取的，但便宜不能以牺牲疗效为代价。说集采能降低药价，医院都努力给病人开集采仿制药，患者们一起帮着吃出便宜来，事情绝不能搞成这样的逻辑。我相信集采的初衷绝不是为了便宜而便宜，但事情有个头绪时，就需要守住几个边界或者是原则。胡鑫老师给集采药啊立了几个原则啊。他说，第一，如果有些原研药疗效确实明显好于仿制药，他们应该尽量留在医保范围内。第二，如果医保承担那些原研药有困难不合理，那么那些原研药至少能够让患者以自费的方式从公立医院买到，不能因为要确保仿制药销量，公立医院完全不采购疗效更好的原研药。这个胡一静老师想的就简单了，有点想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公立医院啊，如果你允许他自己卖原研药，那你想象一下，那相当于给医院创收嘛。也就是在我们现在啊，一切向前看，一切以钱为导向，没有了这个基本的道德底线，权力不受制约，对吧？医院的这些运行都是暗箱操作，不透明。医院如果要创收的话，那就很容易啊，对吧？本来你可以走医保的那些仿制药也可以起作用，但是医院为了创收，他就告诉你，你这个仿制药吃了不一定管好，就是仿制药这个麻醉剂啊打下去你不一定能麻醉，但是如果你这个原研药一针管用，那你说患者怎么选呢？患者肯定选那个原研药啊。但是如果患者选那个仿制药，因为它是集采的，所以医院没有什么利润。如果是原研药呢，那医院的利润就非常大。也就是说啊，医院为了利润，到时候会让所有人去用那个原研药，甚至连医生
甚连主任、连院长都有红包，因为那个药啊能够进医院，对吧？相关利益人都拿到好处啊。也就是说，这个医保这个事情，我现在想明白了，它跟各行各业任何一个行业都一样，它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说来说去就是没有监督，权力任性，没有底线。你随便开个口子，为了赚钱，人家就可以拿着口子去不断的挑战，去做文章。正因为这些制度上的原因，所以很多在国外不叫事的事，到我们这儿什么事都能发生，稀奇古怪。今天那个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胡锦老师他也发了个微博，他说特朗普周二凌晨登基，他有一系列事情要处理，包括结束俄乌战争、改变移民政策、加税等等。当然这些都属于他们的日常事务，他将很忙，并乐此不疲。此外，他还有2件特别想干成的事，一是实现美国已经停止了1个多世纪的领土扩张，二是他要建立强大的特朗普家族，使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成为美国最显赫的，而且要确保他离开白宫后，这个家族不被打击和报复。胡锦老师比较操心这个美国人的生活。至于特朗普是不是像胡锦老师所说那样，咱也不清楚，并不是很关注也不是很关心，对吧？美国人毕竟离我们很远了，美国人这人家内政，人家过什么的生活，走什么的路，对吧？那美国人他可以拿脚投票对吧？人家有行使自己权利的方式，所以不需要我们去上杆子去关心你也关心不上。但是这个特朗普的有一员大将叫卢比奥，这个人呢，现在明确的放出信号恐怕就是对胡锦老师的老朋友加托老师相当不利。大家可以看视频On the sad topic of hostages, as you know, Dean and I, my wife live in Squirrel Hill in Pittsburgh. We've been part of a meeting with hostages in Israel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recently as last week. Noah Aragami and Ronan and Orna Nutra, who lost their son sadly, Omar, recently came to visit. And President Trump said recently that all hell will be to pay if the hostages aren't released. If confirmed, what emphasis would you put on releasing those hostages in Gaza? Do you agree that a permanent ceasefire in Gaza absolutely must include the release of those hostages? Well, it must include it, because if it doesn't, there won't be a ceasefire for long. I mean, the Israeli commitment to bringing back their civilians, that's what these are. These are civilians. These are people, these are innocent people who were targeted and have been held in horrifying conditions,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which many of them we still don't know, but we believe there's a substantial number that are going to be released as part of this first tranche. And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 as well. In regard to this agreement that has now been publicly reported on, it's not everyone. I think there's a first tranche of women, children, and people over a certain age, and then a second tranche of releases of males that are of military age, who they claim are all combatants,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They just happen to be of a certain age. But without the hostage situation resolved, this situation will not be resolved. It is the linchpin of what's happened now. Hamas has been severely degraded, but these people, that include a number of American citizens, need to be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at will remain a priority in any engagement that we're involved in with regards to not just a ceasefire, but some permanent peace process moving forward. Very good. Thank you. Since October 7th, there's been a disturbing rise in anti-Semitism, pro-terrorist violence in our cities, on college campuses. You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rite an op-ed together. And in that op-ed, we called on foreign nationals who support Hamas or other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o lose their visas and to be sent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As Secretary of State, of course, you'll be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the issuance of visas. How will you enforce our laws to ensure that we remove supporters of terrorist groups from our country? Listen, my view on this is one of common sense. Okay, if you apply for a visa to com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looked at, it comes to light that you're a supporter of Hamas, we wouldn't let you in. If we knew you were a supporter of Hamas, we would not give you a visa. So now that you got the visa and you're inside the U.S., and now we realize you're a supporter of Hamas, we should remove your visa. If you could not come in because you're a supporter of Hamas, you should not be able to stay on a visa if you're a supporter of Hamas. That's how I view it. And I think that's just an issue of common sense. And we intend to be very forceful about that. Good. Thank you. 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这新的国务卿卢比奥他说支持哈马斯者不给签证，已经获得签证
且在美国境内的被发现是哈马斯的支持者也会取消签证。对此将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这个卢比奥比那个蓬佩奥还要激进啊！也就是说，你要是支持哈马斯的话，对不起，吊销你的签证啊！如果你已经到了美国了，对不起，把你赶回去，取消签证。不知道加德老师看了这个之后作何感想啊？这个加德老师是哈马斯的铁粉呢，对吧？他从那个去年应该是2023年10月7号开始，就是哈马斯的最忠实的支持者，每天都要为哈马斯哭几次啊，骨如呼啊，都要痛斥小霸王。这个加德老师为此，网友称他为哈马男、哈粉、头部哈粉。这些哈粉啊，也可以说是毫无人性的，对吧？自己的同胞在妙瓦底那儿面临着割腰子，对吧？被绑架到那儿失去自由，成为电诈的这个犯罪分子。这些哈粉不说话，好像那个跟他没关系。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那些所谓的加沙人，比他亲爹还亲。你不知道这什么逻辑啊？就搞不清楚，就你怎么想，你想不明白。自己的同胞都不关心，甚至那个恐怖分子绑架了几名咱们的同胞，也没见这些哈粉啊。所以说建议啊，咱们跟哈马斯的关系，毕竟咱们是支持他的，你能不能冲我的面子把人放了？更可笑的是，哈马斯的那个头啊，辛瓦尔在抱头鼠窜的过程中啊被击毙，结果哈马南老师毅然决然的啊，完全不顾什么哈马斯还是小霸王的感受啊，直接就给辛瓦尔封圣。国内的这些哈粉给辛瓦尔封圣了，其他的小哈粉就无所谓了啊，关键是加德老师这些啊都是历历在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希望这个美国人呢好好的查一查家头，希望罗比奥说到做到，把这一条落实下去，就是支持哈马斯者给了签证的，而且在美国国内的把他赶回去，对吧？希望有一天啊，我们看到一条新闻，哈马南老师啊被美方驱逐，希望美国人呢这个说到做到啊，不能像特朗普那样的乱放炮，对吧？24小时停火现在不提了，24小时已经过去了啊，难道把加特老师吊销他的签证，把他驱逐出美国比俄乌停火还难吗？我相信啊，这个国内一定有很多群众啊翘首以盼呢，盼望加特老师回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